后来若有上新的消息，咱随时报互乡亲知。咱先来看这件，这是一个39岁姓简的受监护的处分人，因为杀人未遂，被判刑3年。讲伊为家人某一间病院来逃走，因为伊有攻击性，刑事局是通令全国的警方来抓人，嘛引起着民众的惊狂。家人市政府教育处来通报，这个家人的校园目前是暂时无要开放，嘛有里长甲活动中心关起来。早起一透早，有袂少的家长是亲身送着囡仔到学校来读册。嘉南市的警方嘛有发现这个嫌犯到超商偷摕物件，目前已经掌握到多犯相关的位置，加强查缉。挂嘴暗的查甫人四界袅袅看，鬼鬼祟祟为冰箱内底摕2罐饮料，伫火架头前徛一捆，详细观察附近，将饮料放伫衫内底就离开。嘉南一个杀人未遂的逃犯，相信的形影搁再被公布。嘉南市府教育处发出通缉令，为了保护囡仔安全，暂时无开放校园。各大学校嘛拢伫公布栏、学校的门口靠甲围墙，甚至警卫设的窗仔门，拢打这张通缉令。家长虽然烦恼，也搁嘛提醒囡仔爱惜你。因为我知道他是徒步嘛，对啊，所以会特别观看一下四周啊，比较安全这样。有给他看照片。你有给他看照片，有跟他讲说特别小心。39岁姓简的查甫人，因为杀人未遂，被判刑3年。因为有攻击性，伫病院监护。19号早起10点外，查甫人为医疗机构走出去，往嘉南市区的方向走。行到西定路的时阵，遭到便利商店偷摕2罐饮料。所落个出现伫爱市路、信义路，敢若是坐客运。警方接压嫌犯的路线了后，目前将追查重点放伫往滨海方向。看他在管理上面的相关作为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有疑虑的部分。这个部分我们会保全，然后后续做调查、做裁处。他应该是搭了某一线的公车，比如说地下道、空屋，或者是说相关公庙的屋宇等等，我们全力的查询。嫌犯杀人未遂逃走，如今伫嘉南走路。那校园停止开放，有里长为了保护里民，暂停开放活动中心。更加有热心的民众伫网络宣传嫌犯的相片，提醒民众爱惜你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